叫做天經地義嚇。左傳超公25年，夫禮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咁公元前520啦，咁即係佢哋而家成2700年咁樣噶啦。咁周景王呢就死咗，駕崩啦，應該叫做。咁根據規矩呢，就應該有個嫡世子啊，嫡世子即係最大嗰個啦，阿基猛嚟繼承皇位嘅。咁但係阿景王呢，就生前呢就有意呢，就立庶出。庶出呢就係即係唔係正式夫人生噶啦，個長子姬朝為世子。世子嘅意思即係正式嗰個嚇，即係正夫人生嘅嚇，但係佢年紀細啲。阿基猛嘅年紀細啲，但係呢，就周景王就想立阿姬朝。咁佢呢，就臨死之前呢，就同阿大夫賓孟商量過，但係呢，就未實行呢，就死咗。咁啊大鑊啦！中國嘅皇室啊，你睇到呢，真係由幾千年前到而家呢，都係呢，嗰個繼承人一直都係搞唔掂嘅嚇。咁幾千年前係咁，而到而家都仲係咁。過咗冇幾耐，貴族單氏同埋劉氏呢，就合謀殺咗阿賓孟，擁立世子姬猛做周悼王。咁喺朝廷入邊做緊大臣嘅尹文公、金平公、趙莊公就唔服氣喎，就決意呢，就另立王朝，三家就合兵作亂，而且呢，命令上將阿南攻擊，率兵呢，就攻擊呢一個嘅劉氏，咁啊亂晒龍啦。咁劉氏就唔夠打，就狼狽出奔啦。然之後單氏呢，就保住阿周悼王，抵抗王子朝發嚟嘅兵將。咁當時呢，就春秋時期啦，有好多嘅國家嘅。周天子呢，就係一個共主咁嘅意思啦，即係話其他國家都奉佢為呢一個嘅最高嘅。咁其中一個比較大嘅春秋國家呢，就叫做晉國啦。當時晉傾公呢，知道周皇室大亂，就派大夫直談孫匿就帶兵去迎接周悼王，去到皇城嗰度，就係而家嘅今日嘅河南洛陽啊。過咗冇幾耐，阿周悼王死咗，單氏、劉氏呢，又立周悼王嘅同母弟，即係同一個媽媽生嘅蓋啊，叫姬蓋，就稱為周敬王。敬王立咗之後呢，王子朝繼續作亂，就仲依靠尹文公嗰啲人呢，喺荊地嗰度趕走呢個敬王。咁冇辦法啦，敬王呢暫時就去到一個叫澤泉地方居住。當時呢，周人呢就叫做姬蓋就東王，稱姬朝做西王，變咗兩個王，成日打嚟打去，年年內戰。為咗令到周皇室唔使打仗啦，晉傾公呢就召集各路諸侯喺麥商呢個地方就會盟，商議呢點樣去安定周皇室。然之後呢，與會嘅有晉國嘅趙鞅、魯國嘅叔子、宋國嘅樂大森、魏國嘅北宮喜同埋鄭國嘅游吉呢啲人。咁喺會上邊呢，趙鞅呢就同游吉問，請教佢乜嘢叫禮嚇？咁呢個禮字呢，而家用簡體字啦，其實繁體字呢，就係祭祀嘅嚇，有落啲豆喺一個嗰啲專門用喺祭祀嘅容器入邊咁樣嘅，嗰個繁體字嘅禮，又唔係而家咁樣用筆咁肉酸嘅呢個字。咁游吉就話呢，佢話呢，鄭國我國啦，子產大夫呢曾經講，禮就係天之經，天道嘅規範。禮亦都係地之義，大地嘅準則，亦都係萬民行動嘅依據，天長地久，不容置疑。咁當時呢，中國呢，其實一路只有2、3千年都係講禮儀之邦嘅嚇。
不過呢，近來呢幾十年就冇晒啦，乜嘢禮都冇晒啦嚇。咁大家呢都覺得阿子產呢講得非常啱嚇。咁接住阿趙鞅呢就提議呢，就各國呢按住禮嚟行儀啦，約定時日，幫阿周敬王輸送兵卒糧草，幫呢個皇室呢就遷返去周城，周國嘅都城。咁但係在場嘅宋國嘅右司係個官嚟啊，駱大深就話唔啱。佢話宋國原本就係殷商嘅後裔，周王朝一直對我哋賓禮相待，咁冇理由我哋係客人就幫主人提供呢啲兵卒糧食噶。不過其實佢講得唔係咁啱嘅嚇，點會話即係一定要主人提供兵卒糧食啫嚇？客人都可以嘅嚇。咁當時咧就跟住阿趙鞅去嘅赴會嘅晉國重臣啊，司尼茂就即刻駁斥阿岳大深啦。佢提出好多事實，就話宋國一向服從盟主嘅安排嘅喎，未背過盟嘅喎，大家盡心盡力幫周室做嘢，點解而家唔得啊？咁啊，岳大深呢就無言以對啦，就只能夠接受命令。咁之後呢，就話晉大夫荀匿呢就帶領諸侯嘅軍隊，就幫周敬王復位，平定咗王子朝嘅叛亂。咁呢，就天經地義呢句話呢，就流傳到而家，比喻呢理所當然，不容懷疑。